唔好意思啊，我係小飛啊。今日等我帶大家徹底解構睇下呢杯咖啡啦。不過解之前，交俾現場嘅追蹤人。係，我係追蹤人。8月5號啦，我哋見到背心熱敷 coffee， 哇，爆機辛苦啊！目測高6尺，胸肌至少42啊，拖住對手同機油走，跟手就劈上一間酒吧齋朋友，有冇劈酒 ？Coffee 啊，應該口渴啫，一杯接一杯，爆機新歡都好識 do 噶。期間專啖打氣，一紅抱入懷，冧到 Coffee唔晒浪啊！咩？你估 Coffee 墊人工流噶？呢個物理現象大概叫電流交替，好似係嗱，玩咗2粒鐘咧 ，goodbye 泡泡之後咧 ，Coffee 就自己翻歸啦。現場報道完畢，交翻俾你啦，小飛。係，嗱，講翻 Coffee 咧，最為人所知嘅就梗係前年刺甲 Gathering 啦。之後大台就炒咗佢，不過因禍得福，交瑜伽殺出新血路，本身4000蚊個月，好快上年就買咗樓咯，800幾萬，由公屋變私樓業主。至於桃花運呢 ，Coffee 就爆晒運啦，先係刺格Gathering男角人夫林之宇，跟手再同江湖中人上海仔一齊切蛋糕啊，仲全收咗匹馬做馬主。雖然之後馬主個名轉翻上海仔，不過足以令 Coffee 一度成為上海首。只不過呢，時間過得真係快啦，唔使大家估下，佢咪就係真正嘅真命天子啦。